我今日咧立一立咧，即係呢個陶傑咧，同阿鮑偉聰咧就即係好早就做風雲谷就講呢一單啊。咁啊，陶傑就講啦嚇，即係講到即係嚇嗱，佢係唔係唔進入狀況嘅？我話俾佢聽，佢話有冇搞錯啊？張劍虹點解會判6年9個月啊？佢職位又高過羅偉光，高過林文忠，高過馮偉光，係嘛？咁佢係第2被告，屌你咪咁你都冇 follow 係嘛？而家我解你咪明咯，係咪？佢再俾口供啊嘛，佢懟個老細啊嘛，大佬係嘛？佢量刑起點啊15年，減佢一半有多添啊，仲要15年應該坐7年半，係咪？其他嗰啲7年啦，喺7年幾個月嗰啲咪減一半咯，即係15年量刑起點減一半，因為全部都係屬於罪行重大嘅。我頭先講係咪好清楚先？係咪？咁啊，才子就喺度噏到屌咧，我睇完我都好好笑，你明唔明啊？你不如評論呢件案點撲街好過啦！屌你講佢判刑嗰個冇意義嘅。黎智英係罪行重大嘅首腦主腦，其他嗰8個都係列入罪行重大嗰個範圍。認罪兼夾俾口供嗰啲，做從犯證人嗰啲，除咗3個蘋果高層之外，仲有2個非蘋果、非一傳媒嘅人，係嘛？咁佢哋咧又係嗰個口供，係嘛？對即係個定罪，對呢個咩得一個唔認罪嘅啫嘛，就係黎智英啊嘛，係咪啊？咁就對佢定罪嗰個證供係有幫助嘅，咁咪全部減一半咯，咪？但係有啲就唔止一半咯，所以最輕嗰個咧陳子華6年3個月，咁佢嗰個求情理由咧法庭接受咗嘅，所以減多幾個月，係咪？咪減咗成年啊！係咪？俾翻個圖我哋睇啦 ，OK。最輕嗰個陳子華、李宇軒都係等於減一半，次輕嘅就係呢個張劍虹，係嘛？6年9個月。呢個同佢嘅職位冇關係噶嘛，才子大佬啊 ，OK 係咪？